的一个感知其实是没有高低的有些时候是它没有高低的，没有高低的，对。但是对这个自己的心性智慧的一种理解是对有高低的，对。比如说除了真悟以外，除了智慧以外啊，对，比如说你心里面什么都不想，完全的这个清空放空，对就是很平静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知，这个是知，对，那这个当中你比如说再去悟一个道理啊，比如说无常啊，痛苦啊，这样子的话呢，那除了平静以外，还有一点点无心，所以有一点点高低。这有高低了，这就有高低了，对。哎呀，这太好了，太好了，对，因为我们在正念的练习里头有止修和观修，对，就是你说正念的话有止修观修，对。那我们中国人呢还是比较喜欢止修，为什么容易入手？那么你叫他入定，对，冥想，对，气沉丹田，对吧？手呼吸这些都很好，这个是，但是你要去做观，对，有点难。您刚才就说了，解释了，对，因为不是所有的人看花开花落草长草秀都有这个禅意，对，有些人有，对吧？行至水穷处，能够看到云起时，对，这个是有，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对，我明白这个，好，太好，谢谢您。然后最后就是比较现代化的问题，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脑科学呀，还有现在的这个数字时代的问题，就现在就是长期的禅修者，刚才说了他的这个前额叶的灰质增厚15%，非常大了，因为一般来讲人的大脑变化是基本上没有的，就是神经元可以不断变化，但是大脑的这个物质结构一般变得不多，现在就是增厚15%，新人体呢缩小22%，所以禅修引发的这种神经可塑性变化和这个佛学所说的卷湿成智是一回事吗？还是说不太一样，或者我们误解了卷湿成智，就是把实变成智，这个是可以这么说吗？就是这两个之间还是有一些差距，比如说他打坐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还没有这个开悟，转识成智是一定在那个开悟的基础上就是要开悟了，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普通人，就是我们心里面有贪有嗔等等这些有通过这个修，最后的时候呢，然后把这些贪嗔痴全部都是转化为这个佛的智慧了。对，那这个就它纯粹就是属于一个精神的层面上的一个提升，对。那精神层面的提升的这个另外一个作用呢，它会跟大脑就产生作用了那但是它是不是成知？不是知，跟这个它跟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这个修炼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心跟这个大脑它经常都有这个是密宗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可以这么讲，我们的任何我不知道你刚才这个70多个这个经典当中他们提供的这个里面有没有密宗？有一些对。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显宗的这个经典包括南传佛教，还有这个南传北传，比如说像我们藏传跟这个汉传这样子的显宗的经典它从来都不提这个跟我们的心跟大脑的关系不提的大脑在这个时候起什么作用，它从来不提的你把全部翻完了的，一个字找不到的，只字不提的。是，好像佛祖不提这个心在何处。密宗里面有的，密宗里面有的，密宗里面然后就是有这个跟大脑跟这个心的这种关系，它是有的，然后密宗里面就可以讲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作可以改变，这个大脑的就是一些地方然后这个就叫什么？叫七脉明点的修法七脉明点七脉明点的这个脉，那就是神经就是大脑的，他也讲了这个大脑里面有。他讲了密宗里面有讲这整个的人体当中呢，可以被开发的或者可以利用的，就是有这个7万2000种不同的
霾啊，对，而且大脑里面就是有500种，是500种，是500种。然后他说，大脑的这个里面的神经这些霾啊，它是来帮我们的感官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是，都在这个大脑里面啊。对，它弦宗里面它只字不提的，不提的，它不提的。是。然后呢，现在不就是这个脑神经不就发现了吗？你刚才提到了，就大脑就在就在变化了，线质体缩小。哎，对，这个前额叶增厚，对，非常明显，胼胝体也在扩展，对。然后呢，他如果有通过这个密宗的这种方法去修的话，那他就不仅仅是这一点的这个变化啊，它还有在里面可以打开很多方面啊。打开了以后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天眼啊，对，那这个也就是从这个脉的打开，视觉皮层，哎，对，心理学叫视觉皮层啊，就天眼，其实就是心眼嘛，对，这个打开了以后呢，它确实是我们正常的人看不见的东西，对，他就看见了。这个在佛教里面呢，就叫做神通啊，神通啊，这天眼，对，这些都会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只有在密宗里面才讲啊，才讲。然后密宗里面讲的是非常清楚了，我们的心的这种冥想啊，这种观想，对，就可以改变大脑。是，哎，对，所以呢，这也是完全是符合这个佛教的一些观点。对，其实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坚持做文化科学的研究，就是把佛学的智慧和现代科学把它验证，对吧？然后也许还能够启发我们的对科学的研究，比如说情绪。如果你就像信科学的话，对，就那个7个基本情绪。是。但我现在就是信佛学，我说50几个，因为你确实你看这个语言上来讲，就有50多个表述，50多个表述很清晰的，对。但是大佬没找着，那只能说明我们科学暂时还不能够找到，对吧？就是你刚才说的密宗的这些连接，其实都可以去用科学方法去一个一个去探索，所以实际上是对科学提供了一些新的假设、理论指导。很有意思。对。现在还有一个叫做社交媒体啊，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加速了我们的身份焦虑。就这个东西，跟我们佛学的理念是完全相悖的，对吧？我个人觉得啊，佛学主张叫五蕴的无我，那这种无我观，您觉得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现代社会人类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身份焦虑，造成了各种变态的失控的一些行为，包括现在你也知道发生一些社会戾气，对吧？对，我就报复社会，对，本来我就是一个受苦人，害我的是我的太太离婚把钱拿走，结果我就去伤害其他人，是，对吧？我本来就是一个失业的，对，然后我就去杀日本的学生孩子，这就是一些身份造成的重大的社会心理问题。对，佛学能够有什么建议？我想这个佛学的无我当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他个人的修心的要求啊，就是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普通老百姓做不到，每个人都要达到这个是难啊。是。我想这个身份焦虑解决的最好的方法啊，佛教里面的最好的方法，我觉得一个就是因果，善恶因果，是。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慈悲心。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对，慈悲心、慈悲喜舍里面的这个喜啊，欢喜，就是当你看到别人，比如说有权、有地位，有幸福、有财富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高兴了，高兴了，替别人高兴，对，替别人高兴，替别人高兴，他高兴了啊，他拥有这些，我就替他很高兴，我自己很开心那么这种心态就完全就可以解决这些很多这个社会的戾气。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来得更快一点。对，因为这个呢，稍稍做一点训练，然后我们普通人我们也都可以做得到。对，所以呢，可能是这个是应该是最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因果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对这个社会来讲的话，因果关系呢，你比如说我今天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这也不能全部错怪什么人，怪某一个人或者社会啊。对，哎，这个我是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也有一个原因。对啊，也有。那么这个原因呢，有可能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是，哎，所以这个也就不能完全怪别人。对。然后呢，你比如说这种仇富啊，你看到这个富人呢，那有钱的人，他有钱为什么有钱？他有自己的有基因或者原因啊，对，也有因果，对，原因是他前世的福报啊，基因那就是他当下的这些客观的一些因素啊。那么就是，那你就是因为他有这些原因，他就是有钱啊。我没有这些因缘，所以我没钱啊。所以呢，我也不能抽他啊。这个各自的这个因缘不同啊。是。然后呢，我现在如果是这样子，就看不惯别人有钱，我心里不高兴，这样子的话，我不就在造业了吗？是。那我就以后就更不行了。对啊，所以这个因果观念啊，我觉得是最好了。是，我觉得你讲得太好了。以前嘛，经常讲要无私啊，要反思啊，就是要做到无我，然后让大家都学习这种，我们叫做反对私有制、私产思想、自我思想。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同理心的训练，慈悲心的训练，这个对我启发挺大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要讨论这些问题嘛，在学术交流中间。最后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虚拟时代元宇宙，因为现在这个在很多西方国家，这个线上的虚拟修行，挺普及的，就在韩国的话，它大概有5000万人，就是在虚拟世界里头修行，就为了跟大师亲近啊，我不能去啊，我太远了，那我在家里头戴上一个眼镜啊，叫 VR，或者戴上一个头盔，那这个大师就在我跟前了，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头，现在造成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开始出现一种依赖症，就是他要出去的话，他要不戴这个虚拟的这个眼镜和头盔啊，他就害怕，他需要有一个大师陪伴他，造成一种依赖，就是对这个佛学的依赖，而且更可怕的是呢，37%的这个虚拟修行的人呢，他们有逃避症，逃避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出门，不见人，他就您说的逃避现实，还要活在这个世界里，活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师一直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头，所以我就有一种担忧，担忧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永远依赖一个大师，而且是一个具象的大师，不像一个精神大师，比如说您说的话我记住了，您不要在我身边，甚至我都不一定要浮现您的形象，那个智慧呢就已经以这个语言的方式存在我的海马记忆和行为里头。但是要是这个具象一个大师的形象始终陪伴你，我真担心就是很多人以后就完全就在自己屋里躺着，家里待着，正常的生活、工作、恋爱都没有了。对，这不对，这不对吧？这不对，这肯定不对了。对，这肯定不对。首先这个。可能是他一开始可能是理解上有点问题吧，我想啊，比如说你适当的就是通过这个 VR 的这个眼睛也可以，我们看手机也一样，反正通过这些方法去学习呀、听课呀，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如果你过度了，这个尺度没有把握好，然后就产生了这种依赖性啊，那就不行了。你比如说我们吃药是必须的，但是呢，对药物产生依赖。那就是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这个是肯定是不对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纠正啊。咱们中国好像还没有就是没听说过。对，中国还没有，就是但是在韩国的佛学界，他就吹牛他是这个信徒最多5000万，5000万一个虚拟的大师他甚至把释迦牟尼佛陀请出来。我觉得是很可怕的，很可怕，对，是吧？很可怕，不正常，不正常吧？他这个，我老觉得佛陀他在我们心中啊，对，他不能够变成陪伴你的一个心理咨询师、情感大师、生活中的朋友一样。这个是，反正我是有敬畏之心的。这种做法就说不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就是控制邪教这也说不清楚啊，这也说不清楚。这反正总的来说这是不好的现象。
不正常，不正常现象，不正常。那有一个比这个稍微没那么变态但是它可能也要用到电子设备虚拟设备比如说念佛的时候我就不用去转经了我就拿着手机在那转，这个有问题没有？因为有手机转对啊，他把那个现在这个科技一帮人搞这个佛学的商业还做得很好的我都看过，还要我去背书我都不敢去对他就是把那个佛的那个卷经就做成一个手机软件你在那摸他就真的转他说效果跟去自己爬山涉水真的受苦受难卷经要好得多就是他卖出不少钱所以就说这个不对的吧？我也没学到。转经通里面是有字有字有咒语，但这个手机里面就零和一，还有哪有什么字呀？它不就是这个？它发出一些声音声音呢？它诵经，对你转的时候，它有些声音在那。声音是不是这个咒语的声音？是咒语的声音。咒语的声音对，它不是完全就是你要说他是坏人吧，也谈不上。这些人都是虔诚的佛学徒。他们想把我的心理学还有他们的科技结合起来所以这样让人每天都可以转经反正我听了以后觉得心惊肉跳的对他有助语他不是完全的他有助语对如果他是要达到一个佛教的这个专经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需要有这个要不然就是声音是咒语对比如说嗡嘛呢呗咪吽这样子的咒语的声音对然后发出这样子的声音，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它就是要有这个字对，它是有声音，它真的是有声音，有这个肉眼能看到的这个字或者是更小的也没问题，反正有这个字就可以了那有这个字，您觉得这是可以尝试的？这个可以转的话，如果是有这个咒语嗡嘛呢呗咪吽对，这样子的字有存在，或者是有这个能发出这样子的声音的话，是，那我觉得也应该是可以的。哎呦，您这太宽容了我就讲一个更加比这个还要无害的但是我挺喜欢但是我又不敢喜欢我去泰国去缅甸他们有一些流行歌手唱心经但唱的是流行歌曲就是流行歌曲的心经这没问题的，没问题是吧？挺好的，对，我是挺好听的，就是他就不用那个传统性，他用那个流行，轰咚轰咚，还有说唱是，这个可能是他们这个很神而且他唱的什么巴利语他是佛祖的语言所以他用巴利语有流行歌去唱只要他把这个字的内容不改的话没改，他这种方式，你什么样的方法，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方法，就用什么样的方法。哎呦，您这是非常非常开放open， 就是您对这些事情都是抱着这个就是佛的善巧方法佛的善巧方法是众生他喜欢什么就用什么样的方法，但这个字的内容不能改字内容没改对，内容不改的话呢，那你有流行歌曲的方式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方式呀，到底大家怎么喜欢听就用什么样怎么做。我觉得这就一下子把我们积极心理学引进去了。对，我们积极心理学经常讲，就是只要你喜欢的事情，没有恶意，没有邪意，不伤害他人，是，就是一种好的方法。是，那肯定的，那是。对。好，这个感谢您这个让我们一下子找到了很多方法。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些准备的一些问题吧。我们可能到时候还要跟您继续很有意思深讨。我们可能还要整理一下那个咱们对话，然后到时候我们再跟您细谈，然后改一改。我的理想状况就是说，我们俩共写一本书，好，然后就谈对话。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开创什么佛学心理学，就是说佛学怎么看，心理学怎么看。这样的话，我们共同为社会的一些非常好和平还有健康幸福做一些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对。然后我自己呢，可能也要写一本这个佛学积极心理学，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理念更加的完善出来。因为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工作。今天算是比较深刻的问题，因为今天说是您都愿意来跟我聊，我是，这个没问题的。谢谢，特别好，特别好。我觉得你做的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现在这个时代就是需要这样子的，特别需要。对，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智慧和现代科学心理学结合起来，优秀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些东西挖掘，对，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就是
通过一种心理学的方法，是大家去我们所有普通老百姓，大家去用。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心理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嘛，是然后呢，有些时候这个要找一个心理医生，对，确实也就是费用也很贵，也不低而且合格的不多，对，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大家自己去训练，对，就免费的，大家自己去，我们做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对，我们就是给他们提供一种自我疗愈的，对，文化疗愈法，对，好，太好了，你有什么祝福要给我们，给这个我们的心理学的？我觉得你们这个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好太好了。然后就是有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是，然后呢，可能是这个放在以前的话呢，可能是他们不太需要这样子的，是他就要不他就学佛，要不就学道，对，那就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普通老百姓的心理问题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突出，对，很多。但是放在今天这个时代对，那这个是有特别的价值，对，非常一定要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对，非常的好，我就是勇敢的做了，勇敢的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要做什么的话，全力以赴。